海分科测验今仔考第2讲哦，是考历史、地理和公民。头一科历史哦，性平运动、转型正义、和白色恐怖，拢出现伫题目内底。阅读理解甲需要思考的题目是真多。要袂讲前啊，都已经有袂少学生行出考场，要继续准备后一科的考试。大学分科测验的第2讲，再去先考历史这科。实际上问考生，大部分拢认为讲今年历史这科袂伤困难，题目嘛袂伤歹写。我自己觉得还好。历史是依照海洋去发展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比较会需要用到你的地理。盖了一顶红帽子，他们说红帽子是什么意思？这样子写起来蛮顺手，只是字要写的蛮多的。问部分的考生，大部分认为今年历史这科袂讲真困难，程度拄好，单纯靠背就会当摕分的题目无侪。因若手写的题目，颠倒是爱用袂少精神。规份考试单注重文本阅读甲理解，需要多元史料的探讨。若想要摕高分，基础知识都要全部拢真熟手。总体而言，不会到那种考什么很机车的超级冷门的事件，看你有没有那个抽丝剥茧能力啊。如果你要表达的很精确的话，其实蛮多的，对。但如果你只是要把那种重点抓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其实还好。阅读理解的比重加重非常的高，所以学生需要以阅读理解来分析史料的能力，很多题目都要融入历史探究与实作的方法。那学生甚至要文图对照，然后根据史料来做出正确的判读。缺考的人数是1341人，那缺考率大概是6.42%。那伫个分科测验当中，新冠体检阳性的考生会安排去备用的考试场。12统计有46个学生，13历史这科新增加3个。目前累计全台湾有14个县市，30间考试场拢总49个确诊的考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